鼎新味全龙有意重回中华职棒。鼎新和德文教基金会创办人魏英冲今天拜会长林志坚，对于是否选择作为味全龙主场，双方仍在讨论未来合作可能性。鼎新集团日前向中职表达有意再以味全龙名义加入中华职棒。魏英冲今天特别为推动棒球拜会长林志坚。林志坚已具备的各项软硬体条件，力邀鼎新选择作为味全龙主场。林志坚以在的球迷表示，拥有高所得、高消费经济实力，也有广大热情球迷。过去职棒比赛在举行每掀起热潮，平均观众人数高达7000多人，加上棒球场因老旧打掉重练，经向中央申请新台币8.7亿元经费，重新设计可容纳万名球迷的崭新场地。工程在今年1月已顺利发包，现正设计规划中，目标今年正式动工，2021年底完工，正好符合味全龙重回职棒时程。林志坚指出，新竹球场位于市中心，交通便利，可让棒球与城市一同发展。他向魏英冲当面表达争取味全龙主场企图心，希望鼎新能审慎评估考虑，相信新竹棒球场会是最佳选择。魏英冲指出，对于球场及主场的考量有很多，包括希望有数位化的球场，能提供年轻人带宠物一起观赛，还有场地能举办音乐演唱会等。如何让味全龙成为能感动球迷的球队？棒球场的硬体设备如何满足球迷与未来的需求非常重要。魏英冲也提到，经营球队如同林志坚治理城市，让市民看到希望与快乐，这也是未来味全龙的经营目标，期许从基层到职棒，整个产业做成感动的服务，成为亚洲或美国以外地区的棒球基地，让棒球荣耀台湾，感动所有台湾人。政府指出，魏英冲与鼎新集团棒球筹备处1个月前曾前往力棒球场了解棒球队基地位置，并提及数位时代，球场软硬体都需跟上数位环境，希望未来集团棒球筹备处有机会能积极与市府团队就球场软硬体与球迷需求再做讨论。